講到第4位咧，哇！相當嚴重意外喎，呢個應該要紅旗啦，我相信。一定紅旗啊，因為地下一定要紅旗地下有好多碎片同埋好危險。哇！架車，哇，非常哇！哎呀，冇辦法。哎呀！咁啊，見到咧就係頭先咧飛埋去嗰部嘅林寶堅尼就係8號嘅邵玉龍嗰部車嚟㗎，亦都係澤圭泰隊友嚟㗎。係啊，其實而家地下好多碎片喺度嘅，其實非常非常危險啊！嗱，車手係應該係安全無恙行翻出嚟㗎。成節冇咗你。哇！成架車你睇個車頭，成個車頭冇咗一邊啊！即係我哋可以睇翻呢一個慢鏡重播，究竟係點樣出現㗎啦？又係 Ford GT 喎，咁啊首先就入東風灣嘅時候就甩尾，咁啊撞咗埋欄，咁另外一部保時捷就未見到啊。哦，哇！保時捷完全係失控撞埋去喎。係兩件事嚟㗎，其實。係啦，兩件事嚟㗎喎。同埋佢撞埋去嘅時候，好似已經係之前碰撞咗㗎啦，已經碰撞咗。72號。72號呢支優啊，尤少賢啊，嗰部保時捷，另外一部保時捷咧係完全失控撞埋去，另外一部保時捷亦都撞埋去。哇！哇！呢一下先至。即係有3部車咧，就係4部車係涉及今次嘅呢個意外事件啊！咁啊，紅旗咧就肯定要出㗎啦。